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俗语是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。这个意思是古早时代为对方来台湾的人，敢若查甫人，无查某人。啊，查甫人若想要结婚，就会带病魔族的女性来传宗接代。这是因为当时清朝移民政策，想要渡过台湾海峡，也就是乌水沟有禁令，其中一条规定就是袂使带某囝过来。啊，其实这个乌水沟的流水真强，想要渡过台湾海峡，并无遐简单。敢若看这句俗语。十去六死三楼一回头，都知影讲有偌危险，啊是讲都有人唔惊危险。2018年，嘉义县水中运动委员会找这个3路一带水上乌多摆，为这个嘉义布袋港出发，先骑到平湖，搁骑到金门，总共骑248公里，这个画面看起来真正真壮观。啊，那现代长山过台湾的，颠倒是查某人较济。今日讲俗语是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。